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四裤练长，台语安尼写四裤练长。华语的周遭、周围、四周，台语就是四裤练长。四裤练长嘛，使讲四裤围啊，四周围。阿母真注重卫生，甲徛过四裤练长拼甲真清气。啊，讲要控制气喘，爱为居家四裤围啊的环境检测开始做起。南投县的四裤围啊拢是山。啊，台湾岛的四裤练长拢是海，囡仔囝行袂远，甲公园的四裤练长找较斟酌咧。四裤练长的四骹、四骹手、四骹大丁，嘛使讲四骹蛇。即摆有愈来愈侪人饲四骹大丁做宠物，讲饲这个四骹蛇，只要注意环境的烧度甲湿度，唔免像饲猫仔、狗仔安尼，爱互因关注甲陪伴。上尾来讲四句人啊，尤其是嫁娶为做媒人，提亲到过定结婚，拢有各种祝福的四句斗做一组的四句人啊。像讲甜茶的芳内敬长辈，新娘乖卡无底找，新郎新娘真速配，钱银趁甲满世界。来啉新娘一杯茶，互恁2年生3个，一个手底抱，2个涂骹白。手指挂好条，后摆趁钱较大条。手指挂一卡，明年一定做阿爸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四裤练长，先煞讲三组四句人啊，实在真趣味。